如果每日推開辦公室門，日日眼連嘅係深圳紅樹灣嘅壯闊海景同福田 CBD 璀璨嘅天際線，轉作係你，會唔會羨慕我呢？今日我哋嚟到位於深圳福田區嘅京基濱河時代大廈，呢個啱落成嘅高端共享辦公項目，位於56樓高層，係由樂奇設計專門為辦公空間運營商量身打造。我哋將呢度定位為高雅雲端會客廳，令每一位到訪人士都可以感受到天際線上嘅頂級非凡氣派。行入前廳，即刻顛覆咗傳統接待大廳嘅黑板設計。我哋將呢度打造成融合藝術展覽、咖啡休閒、社群交流於一體嘅辦公核心空間，視覺衝擊力十足，可以輕易留住客戶目光。再往入行，原本格局傾斜、空間浪費嘅會議區，經過徹底改造，團隊運用人造天井設計模擬自然光線。再搭配大面積嘅綠植點綴，令原本昏暗嘅空間變得開闊通透。同時配備一大一細兩個會議室，滿足各種會議需求。而最令人歎為觀止嘅，必定係最佳雲端視野。身處56樓高層，紅樹灣嘅海景同福田城市繁華天際線一覽無遺，簡約奢華嘅高端格調及無敵海景相互映襯，不論接待貴賓亦或是日常辦公，都能體驗到獨一無二嘅尊貴享受。成個空間融合咗商務氣息、科技質感、藝術情懷同自然生態四大特點，專為金融、科技、創業類企業打造。咁樣嘅雲端辦公空間，有冇令你心動呢？